大家好啊，我係 Peggy 啊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下睡房裏邊嘅風水同埋床頭嘅擺位。其實我哋每日用咗1/3嘅時間用睡房作為休息，所以睡房嘅風水係比較重要。最理想嘅睡房格局就係長方形同埋正方形，盡量避免 L 型缺角、凸角嘅問題。另外，床頭嘅擺位都比較重要。第一，唔好貼近窗口；第二，門口唔好對住個床頭；第三，避免床頭後邊係洗手間，因為洗手間比較多濁氣，會影響健康同埋貴人運。第四，避免床頭喺中間位置，雖然可以增加空間感，但係欠缺靠山。第五，避免床頭有書架或者收納櫃。最好嘅擺法就係門口大約45度角靠實牆。下一集會講睡房裏邊嘅擺設，記得點讚關注。Namaste。